今日就應邀嚟到橫琴口岸咧嘅順德口岸商務中心嘅一個大型嘅商場啊嚇，咁呢一度咧相當靚，成個商場。咁今日會用10零分鐘咧去足本介紹下成個商場嘅設計同埋租金。咁如果有興趣喺呢度做生意把握商機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呢條片。咁首先講咧喺呢度租鋪嘅話咧，如果係一啲澳門品牌或者有澳門佔25% 以上嘅股東啦，係會有裝修補貼同埋租金補貼嘅，咁係70% 嘅。咁啊裝修補貼去到超過1000蚊1平方米嘅嚇。咁免租期咧細嘅鋪咧可能1-2個月至2-3個月，咁大嘅鋪咧都可以去到5-6個月嘅免租期嘅。頭先你話嗰個點解佢可以做夜啲咧？佢通天噶嘛，即係呢度其實我以前以為有蓋，要開燈，要開冷氣。咁而家根本上就露天，就預你外擺。佢大部分嘅鋪位咧，係餐飲嚟講咧，都會有外擺位嘅設計嘅。咁大概鋪位前邊嘅2邊到3邊咧，係可以俾大家做外擺，咁係相當輕鬆嘅一個商場設計嚟㗎。即係地面嘅戶外空間全部都係餐飲為主，真係好好。有時天氣好，而家露天嘅，吹下風，哇，好闊喎，越行越闊喎條路。呢棟係寫字樓，嗰棟係住宅。呢度轉彎就係酒店，住宅都係呢度，5至17就係雅臣。佢哋本身有直梯到商場，住宅都可以啊。咁變咗好方便啦，啲住客就喺嗰度落嚟，跟住行翻入嚟食嘢。咁而家整多個葡京系列嘅個酒店，入到嚟即係地面層，暫時而家個設計就係呢一度都係以零售為主。如果譬如化妝品啊，或者係無印良品啊、Uniqlo 啊、衣服啊，簡單一啲。佢其實個走道啱啱好啊。咁如果做24小時嗰啲商家咧，就會喺3樓或者4樓個商場入口就對翻住隔離個商場嘅。喺呢度行入去就行入去有個直梯，就24小時都通嘅。10點後咧就直接搭電梯就上3樓或者4樓，或者落去地庫停車場都係呢個位啦。位置又靚，裝修各方面都好好。咁門後面都有幾個鋪係嘛？掛咗板貼紙，呢幾個都係鋪。你睇一睇啊，隔離嘅廣告板咧，其實冇呢一度咁多啦。你睇下啲廣告板嘅設計、裝飾同埋嗰個質料、個質材都係靚好多。咁呢個2樓嘅室內咯，即係2樓主要都係做嗰啲玩嘅嘢，啱噶啦。呢度係一啲交通匯聚點，通常咧等車等過關。哇，呢條樓梯靚啊，啲書店啊好中意用呢啲樓梯。呢度上面就有店，層就喺度。但係好靚，我啱啱冇睇到。咁哇個感覺就呢度最好啦。咁呢度口岸一出嚟，行上嚟呢度行下，睇下有啲咩特色澳門產品又好，有啲匯聚交流又好。坐下影下相，從負1過嚟咧就經超市，咁地面就行商場通道，2樓就經呢度。如果從3樓過嚟咧就係直接通關，咁所以佢負1地面、2樓、3樓都有對街引流嘅通道，咁所以頭4層咧都可以話係首層嘅。咁個營業時間咧朝頭早10點到夜晚10點，即係2樓都有部分店就留餐飲，呢一邊2樓就呢一邊係餐飲，呢邊又有一個搭電梯直接上嘅地方。如果做餐飲外擺呢幾層好喎，同埋有廣告效應喎，呢度全部可以俾你擺。扶手電梯一上嚟，跟住望到口岸，哇！呢啲做品牌店好好喎。咁呢邊都係餐飲咯，偏室內啲咯，冇咁多外擺啦。即係再大都租咗，呢個第2大就個招視性最靚。咁你做大型餐飲都係要大噶啦，唯一個平面要有500-600方，如果唔係咧，你2層係好難接應嘅。日本餐啊、酒樓啊，都好啊。3樓嗰個就租咗啦，即係呢一種嘅鋪，即係有咁靚景觀，格局差唔多。大鋪呢邊就係美髮、美容、休閒類嘅，咁啱咯。嗰度一扶梯一上嚟就餐飲，跟住再入翻嚟呢度就休閒咁好舒服啦。澳門嘅消費力，珠海嘅食材同埋服務人員成本就唔高，裝修補貼、租金補貼，但係個消費力就強，咁個利潤就自然好啦。咁咧價錢咧大概100蚊到300蚊一方不等啦，當然睇上下樓層啦，同埋睇大細嘅鋪位啦嚇。咁啊管理費咧就100蚊一方。嗱咁即係話大概咧，如果你租一個細鋪
譬如喺3樓裏邊做一個輕餐飲嘅鋪位啦，咁大概可能連埋管理費咧，大概200零蚊一方。如果當100方嚟計咧，就大概2萬零蚊有一個鋪位啦。呢度我哋已經到達咗3樓啦。3樓嘅主要特色啦，就係同口岸係連接嘅呢條路。咁我哋呢度就係雅臣酒店啦，我哋望到。咁我哋會有個3樓嘅大堂喺度。咁旅客咧就可以一出門口啦，就可以直接行去雅臣酒店啦。咁亦都係可以通過呢條通道咧，直接去到個3樓。咁行到入去。咁呢度3樓嘅部分係24小時㗎。咁當中咧有70%係餐飲，咁又唔係佢預咗咧，你係可以上落停車場或者係做一啲24小時嘅服務。喺呢個商場未開之前咧，其實每一日都有幾百部車咧喺呢個停車場度泊車。如果第時開咗之後咧，我相信會仲加多個車流量。室內咧就只係做到夜晚10點嘅啫，咁所以喺揀鋪嘅時候咧，可能都要留意翻。咁經過呢條6席嘅長廊啦，就1分鐘之內咧就可以到達呢一個商場啦。咁大家見到呢啲走道咧都係啲鋪位啦，咁佢當中咧亦都可以有部分咧俾到大家可以做外擺嘅設計嘅。咁我哋已經到達咗雅臣酒店嘅一個3樓嘅出入口。又望下成個商場個佈局，挑通嘅一個設計。咁有室內部分，亦都有戶外空間。咁我哋頭先地面喺嗰條食街咧，就呢度望得更加清楚啲啦。如果擺埋兩邊外擺位仲靚。咁我哋睇下呢邊呢啲鋪啦。咁咧我哋依然喺3樓鋪入邊啦。咁大家睇到啦，呢一啲咧就係可以24小時㗎。咁經過咗前邊我哋呢個道門之後咧，咁呢度咧就會係到10點啦。都好密集洗手間嘅配套。咁成條走廊咧個光面採光面好靚嘅。咁左手邊係鋪，右手邊咧就係採光。喺設計上咧都唔係用到好盡。咁去到商場入邊咧，佢都係好多玻璃頂嘅設計啦。咁一個好閒嘅商場咧係可以令到你係好舒服嘅一個享受嚟嘅。呢啲就係啲大型嘅餐飲鋪啦。呢個鋪型好靚喎，全部光面，實用面積1000方。如果做大型餐飲，對到正口岸，好靚。4樓而家呢個扶手電梯上到嚟啦。咁我哋見到一個玻璃頂嘅設計。咁我哋室內呢一面咧係以娛樂一啲小朋友可能打遊戲機玩為主啦，係嘛？咁出邊咧就係戶外就係以餐飲為主啦，一個個盒仔。咁我哋睇下呢個娛樂嘅巨鋪先，800幾方，夠晒大啦。4樓全部24小時，成個係夜生活嘅就係4樓。咁呢邊都係以娛樂為主。OK。好啦，咁呢度一個戶外空間，全通透嘅，係冇玻璃啊。咁全戶外好舒服。而家今日嘅天氣。嗱，咁大家咧見到我身後呢個位置啦，呢個樓梯級嘅設計咧係一個表演場地嚟嘅，會一啲小型嘅表演，譬如唱下歌。咁上邊咧就係一個游泳池啦嚇。咁右手邊係一個5樓嘅餐吧嚇。咁所以整體一體式咧就相當靚啦。咁我哋左右兩邊啦，右手邊咧係一啲細鋪，左手邊咧係一個盒仔嘅大鋪啦。咁全部可以做24小時㗎嚇。咁呢一個4樓咧，未來一個夜生活嘅一個區域。咁第時我諗擺埋一啲藝術品或者一啲綠植會再氣氛再好啲啦。戶外扶手電梯上嚟，咁就有個花園喺旁邊。呢一欄一個餐飲鋪位，呢啲一個個盒仔，重餐飲或者一啲夜生活嘅一啲娛樂，一個酒吧嘅配套都可以。呢個4樓嘅其中一個大鋪，呢個300方一樣係望住成個口岸廣場，不過佢仲有一個好靚嘅戶外空間，做一啲live house或者咧就相當好用啦。阿 Candy 我哋呢度租務總監，咁話要米其林餐廳先至租呢個重餐飲大鋪500幾方，即係同頭先2樓嗰個相似咯。但係呢個好似再大少少呢個面積好用呢個仲可以做24小時。
所以其實4樓都有佢個好處嘅。咁而家成個招商咧係去到5月份就正式商家入戶啦，8月份就 opening 噶啦，所以咧係一個相當快嘅一個時間啦。咁咧價錢咧大概100蚊到300蚊一方不等啦，管理費咧就100蚊一方。澳門品牌或者有澳門佔25% 以上嘅股東啦，係會有裝修補貼同埋租金補貼嘅。如果你想揾寫字樓，我哋都可以幫到你。我身後呢座大樓咧就係最近橫琴口岸嘅大樓啦，咁可以直接行到過嚟噶。咁就係順德口岸商務中心嘅辦公大樓。咁大家見到個大堂啦，其實相當靚噶吓。咁而家咧，如果澳門企業同埋一啲金融企業啦，其實可以申請補貼咧，去到70% 嘅。咁目前咧大概連埋管理費咧100到130蚊。咁如果有興趣喺呢度做生意嘅朋友咧，要留意啦。